有一摆，老师咧教阮讲，有10只鸟啊，歇伫树仔顶，有人用枪弹死一只，安尼剩几只？大家拢讲，剩的鸟啊，着青惊，飞到无半只。刚才我讲，剩涂骹一只。阿良煞甲老师讲，应该是剩9只才对，这是算小的问题。无应该甲鸟啊，听到枪声了后的反应考虑在内。若有一寡戆面鸟啊，唔惊枪的，要安怎？佮讲，原说嘛有迄草耳人鸟，听无枪声，唔知人惊。老师讲的想者，就下课啊。我感觉阿良讲的嘛有淡薄仔理，应该伊讲的较单纯，是老师家己想者。简单的算鸟尔，无我遐复杂。彼时，一个清查进入班的人，带另外一个人进入教室。阿良讲，迄个是因老爸。等伊向前去叫阿爸，我知是后壁迄个。穿西装迄个是阮校长，校长甲老师讲，林山良同学因为厝内有要紧的代志，家长要来带转去。翻转工，我透早伫校门处就看到阿良，伊是专工等我的，摕一个红菇粿互我食。讲是昨昏甲因阿爸出去看风水，人送的。因阿爸若去看风水，拢会带伊去。一来是牵落间需要伊斗骹手，二来嘛是要互伊见识的意思。伊讲做风水地理线袂歹，真有社会地位。连阮校长办公室桌啊，要用倒一项，门要开往啥方向，拢爱互因阿爸看过，才敢决定。因阿爸讲，看风水是泄露天机，毋知俗语讲苍山灵一世行。行就是善，看风水的人一世人伫山内四界窜来窜去，泄露天机，一定善归世人。该个名号做山良，就是山灵的意思。想要用名对名，我讲若安尼，你哪会阁会想要学这道？伊煞讲。若会当帮赞别人好，家己善嘛无要紧。这句话，互做囡仔时的我想几若冬。即阵斟酌想起来，还感觉阿良算是真有慧根的囡仔。一年的头一学期，我就考全班第1名。阿良讲我的主导啊，有照伊教的方位，定超较我倒平，才会有好成绩。我问伊讲，啊，你的倒啊嘛有超过，哪会第32名啊？伊头起先甲我讲，你第3排迄搭力较强，我若毋是有超过哦。哪有法度规班阁赢13个人？我阁问伊，哪会无甲老师讲要第3排？伊神秘讲是福地福人机，无我这种气运，占好地理嘛要较早。我也未死心，伊问讲，若福气的人就福运，无福的人占好位嘛无效。安尼看风水地理有啥意义？伊讲这是天机，不可泄露。
我煞感觉无意无义，我想要甲伊讲话，